希望透过用这样的互动式的心理测验，然后呢，去让对方感觉像玩游戏一样，去锤胜游戏，然后呢，去了解，去帮助对方了解他现在的个性是属于比较支配型的啊，影响型的，分析型还是稳健型，还有它的一个内容哦。那找到它是属于哪一种形式之后呢，它会针对这些形式呢，去跟他做分析。哎，你这个人，怎么样会更好哦？去跟他分享一下他的一个内容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在各个不同的种类呢，他们的内容多。这个当然都是一套外面很常用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测试。然后呢，讲完之后呢，很多了哦。好，这个重点就来了，道场正在改变，跟上来。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的这一些道场，各位浅浅地告感觉，我们现在所属的单位所属的道场，跟以前不太一样。有的人点头如捣蒜，有的人还是刚如阿玛奇林班年啊。其实没有哦，就像美香你在讲的，其实我们至少我们3个单位已经多了很多的团队出来，多了很多接引新到新的方法跟方式出来。那如果各位浅浅还没有很了解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各位浅你还没有跟上。还没有跟上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请你跟上脚步，请你去问一下我们道场最近发生了什么事，发生了有哪些新的团队、新的活动都出现了，跟上就对了。OK， 那所以呢，就会有这么多班有儿童读经班，有青少年班、菩提心会班，还有烹饪班，还有启慧班，还有人才教育班。那服务内容呢，就有很多的营队，有小学营、中学营、大专营、友善成长营、服务学习等等。那或许现在稍微介绍一下，暑假快到了，对不对？营队快开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或许现场问一下，请问7月是办什么营？后面知道了不要讲。中学营7月呢？我有看你们的声音，写个中学一个小学。请问7月办中学营还是小学营？哇，小学跟中学都不那边大啊，是到尾仔管的咩啊？对啊。7月办中学营，那中学营的年纪从国中小6升国中1年级就可以报名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一直到高3升大1都可以报。OK， 那重点就来，或许现在请在场的各位青年，你的脑袋当中至少想出2个名额，2个你可以邀请他来入中学营的名单，想象重叠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影响的是谁啊，重叠行。有的，你的脑袋当中有没有2个你可以邀请他来入中学营的名单？好，有的请举手。啊，唱。都不懂。好，不要2个，1个的举手。至少你有1个名单的请举手。哎呀，你咱中学有没有啥啥的？你很重要，手会好啥的？那各位请，这个代表危机，这个代表漠不关心，跟我没有关系的道路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请问这样的道路会红展吗？有一点点重的但是它就是事实。所以候选呢，等一下吃饭的时间或许给各位浅浅一点点小小的功课。你吃饭的时候努力的去想一下，你的亲戚、你的邻居、
你的朋友的儿子、朋友的孙子，请问各位浅浅，一定要求到才能来上中学营吗？没有吧？上完中学营之后再来求道，不是更好吗？对吧？各单位都有点击压力啊，你就把人带来中学营，然后完之后跟他说，哎，你去营队玩的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我带你来广场拜拜好不好？好，就来了。就多了一个求道老师，刚好。多啦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去找嘛，我们现在去找一下中学。那8月呢？8月是什么营？好，小学营的年纪呢是小学3年级升小学4年级3升4到小6升国1。哦，这个就是小学营。好，那大家也想一下，我们是不是都有读经班？读经班小朋友，哦，咱的孙啊，咱隔壁某米人的孙啊，有没有这样的名单？有，请赶快报名。那各位浅显重点就来了，请问爱想的浅显，如果你要报名，你要找谁报名？领证啊，领证就可以。好，领证最后要找谁？或许跟大家讲，爱想的通通找美想领证。可以找神领证完之后，神领证会诊完再给美香领证也可以。浅显，各位浅显，请问你们会线上报名的请举手。哦，还有哪里？都没有。没关系，好，就是还是啦。如果真的不会报名，就找美香领证。那人和的就找你的领证。那一心的就找我要学长，那合成的全场。一路检查，一单起来，就那学界专员级，维理呢，易峰跟维理2个，好，所以合成为0的嘛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觉得把窗口都跟各位浅浅讲好了，所以不要再说啊，我不知道找谁啊，我没有名单，不能没有名单。我们的希望就在这一群人的身上，如果连这一群人都没有，我们的断层会越来越严重，真的。所以加油啊！好，然后呢，他就有开始介绍读经班的内容，然后青少年班的内容、行为班的内容，通跟班、体会班、教育班等等之类的。那你还可以这么做，或者还是跟各位先分享哦。修行不是来佛堂才做的事情，修行是你每天要做的功课，要记。是啦哦，那你每天在家可以做什么事？做这3件事：做财师、做法师、做无畏师，这是每天修行的功课。OK， 然后呢，还有各领证的联络网，或者觉得这个人的单位做的非常的好，因为他们把联络网都抛上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3个单位呢，有3个单位的风格跟特色不太一样。那当然，各单位可以互相去应用。好，比如说，咱爱想刚刚，人和这类档案北外，那我们呢也可以跟像你们讲，我刚刚人和这类红包北外，你可不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爱想可以用的档案，或爱想可以用的手册？刚没上。好，那人和也是啊，觉得爱想做的不错，跟人和要一下档案，其实我们都流通完了，稍微请我们的负责人再把它重新规划一下，变成我们单位自己可以用的档案。可以吗？可以的哈，这本手册真的很好用，同学不要耽误大家太多人，肚子都饿了，等一下还要看表演，所以同学今天的分享到这边，那我们下午，各位浅显，下午12点55分，请回来这边集合完毕，我们1点要准时开始，下午还有很精彩的活动跟内容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就先中午先休息，那我们一起来这个休息一下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厉害，厉害。又怎么样了？谢谢。感谢，感谢。12点55回来这里集合。那我们现在各位浅显，我们就请到1楼准备用餐，动作可能稍微快一点。
谢谢谢谢。